好，咱开始来读着咱遮生日子，1645年4月29，4月29日晴朗，夏天的天气，微风对北边吹来。今仔日议会开会的时阵，确实检阅税务室所通过，税务室所通过的。由特派的代表甲其他人设计，关系到新仔人税单的格式格式像咱台语读过格式咱这段去读下今仔日议会开会的时阵，确实检阅税务室所通过的，关系到新仔人税单的格式是由特派的代表甲其他人所设计关系到这新仔人税单的这个格式，并且合理来规定各种犯规的罚款规则。即寡就将会伫近日最近用告示新仔人的居民来公告。有鉴伫牧师 Van Bryn 除了伫咧服务人从事性质的工作以外，也有一段长时间自愿担任政治的工作，对此一直拢无报答伊啥物。伊伫咧执行即寡政务也是真辛苦因此决议伫咧伊的区域内，所有因为新仔人违规来处罚的罚款，如果该案件伫遐处理的，安尼该罚款的1/3归予该牧师。如果来处地经过停书处理的，则该罚款的1/4归予该牧师来享用，并且决议该牧师 Van Bryn 伫咧伊的区域，就是对自罗山以北一直到最近缀号的北区社区，北区的村社拢包括在内的地区。这是啥物所在呢？就是嘉义以北到最近缀号的北区村社，就是到这个大甲遐拢包括伫咧这个 Van Bryn 的这个辖区内底啦拢规管。除了牵涉到性命或者是重大案件以外，其他所有案件拢会当来家己来处理，伊拢会使家己来处理好，芭比你对啦今仔日读4月29啦一开始用一个决议啦要甲讲这个 Van Bryn 牧师伫咧服务人除了做圣工以外，搁做一寡政治工作真辛苦啦，所以要加薪就对啦以后伊话伫处理过的伊过手的新仔人的违规案件的罚款，伊会当摕1/3啦若是送过来台南遮处理的，会当摕1/4落去这条规定实在是无介好，我感觉是无介妥当互一个牧师会当因为安尼来摕薪水好，咱继续讨论。虽然去年10月31号已经决议，住伫咧新港甲大目港的新仔人，如果还阁要种田，就拢必须要伫咧本个月对以前来刷去住伫即个赤坎等等，这是去年的决议。并且决议讲，住伫咧小人、麻豆甲目加溜园的新仔人伫咧迄个期限以后，也是有想要种田的必须要离开迄寡村社的范围，另外去开垦土地等等。也因为经常发现讲，即寡人对阮伫咧福尔摩沙造成的损害，特别是互迄几个村社的迄个白马意愿真明显来下降，就是讲，阮发现讲，因为阮伫咧福尔摩沙所造成的损害，即遮无讲啥物损害看袂解出来，但是就是讲，因为安尼所以迄寡村社的迄个白马的意愿则降低因此呢，决议
要命令住伫上述迄个5个，拄则讲迄5个村社，就是台南北平迄个，主要是台南县吼，嘉义南、台南县迄遮，即5个村社，5个即个西拉雅村社的即个，住伫即5个村社内底生仔人，全部爱伫咧今年10月底以前爱刷出来，恁袂使住含迄个原住民住做伙吼。共款也伫咧上述的告示年来公告即项代志。最近呢，长官咧计划，也是因为需要啦吼，而且已经开始啊吼，要派人去迄个市镇周围来铺设道路。开始要做建设哦。伫咧即个日兰野城市镇吼，应该是即遮吧吼。讲即市镇应该就是即个市镇。对即个城堡附近到迄个市镇中间，要用蚵仔壳铺设一条细条路，甲规条道路吼摊悬起来吼。因为即条道路已经非常的即个真拗固、真破吼，要甲摊互悬吼。即条路，我咧读即条路的时候，我想到讲，较早我伫读，我较早有去现日兰野即日兰野因荷兰人要离开台湾进前迄几工的日子吼。我会记得因即条路是诚重要一条路就对啦。咱到时特别会讲起即条路啦。伊会写到即条路。好，先莫讲，以后再读再讲。我想着讲，我最后读迄几工迄日子，我心内诚伤心。好，这以后读着再来讲吼，佫足早吼，照咱这读的速度应该，读到无定满年的年底啊。好，最近长官计划啦吼，要甲即条路要甲整理起来吼。就是对日兰野城堡到迄个市镇哦，所以就是伫咧即个安平遮尔吼，毋是介远诶，毋是介长吼，并且伫咧该道路诶两边要用砖啊吼来做水沟吼，排水沟，为了即寡工程吼，将会负担相当诶费用吼，即寡呢其实是。意思即个我老遮写讲，意思讲，阮做即工程吼，其实是互新仔人得利，比阮较侪人，就是算为着恁新仔人做吼。因为伊讲即寡呢，其实新仔人比公司会当得到更较大诶方便吼。意思阮开钱来做互恁用吼。因此决议以后要命令所有新仔人每个月拢爱缴纳2个 stuvers 吼，就是爱纳税哦。无你做了钱生意啊吼，以后恁爱纳税，用来支付工资、材料等等费用吼，使用者付费吼，这个观念吼，荷兰人吼。最后，因为此地发现讲，如同伫咧全东印度所发现的吼，全东印度应该是全东印度什么意思？就是规个迄个欧洲，毋是欧洲啦，应该讲伊对即个海线吼、海路行的即条东的即条路线吼，叫做东印度。如同伫咧全东印度所发现的吼，伫咧公司人员死亡了后，因的遗物，就是因遗留落来物件啦吼，因的遗物就袂入去其他人的笑铺里吼。算你伫公司这遮尔远的所在遮咧做事，伫遮过身了后，你毋惊别人摕去啊吼。即寡遗物一般拢为了比伊的价值搁较悬较侪吼，悬到毋若互真侪人因为安尼来受气，造成真大的困扰，也因为安尼来造成公司来损失可观的经验，因此现在决定遵照巴达维亚的习惯，有人死亡，无论是啥物人死亡了后，
伊诶位门只干会当卖互，会当用现款支付诶人，吼，进前是算用记账就对啦，吼，即嘛讲干那现当用现款支付，不得用如上述诶任何诶方式，就是入销诶方式、记账诶方式来买卖，吼。下底有4个注脚吼，咱来看吼。今仔日即个日期后壁是记账，咱等下再来读。咱看这4个注脚，4个注脚大部分拢是物件偏好啦吼。第三条是拄则讲因爱立2个 striver 嘛吼，就是5线吼，2个 striver 是10线吼，啊20个 striver 是1号盾吼，所以迄当阵2号盾半是1个里尔，啊我已经袂记啊，讲一个人薪水1个月差偌济里尔，300里尔吼。毋是300里是一个春社诶收入诶款吼，1个月诶收入吼。好啦，歹势无特别去遐记啦吼。好，即遮有一条真进前毋捌看，但今仔头一道看着吼，真趣味正，但是讲人个性伊会为么着卖入去其他人诶笑铺吼。趣味是啥物呢？是卖了价销真悬，悬到真侪人真受气就对啦。啊，这是足奇怪，你着莫买啊，你买你受气啥？我看无介有啦吼。啊，所以以后要买人爱现金来买。可能是讲，即个譬如讲，即个人死了，迄当阵有标啊，应该有啦吼，迄当阵应该有标啊，怀表吼，可能。啊是讲，比如迄个人私人诶物件，啊应该是比如讲较好诶物件啦吼，你逐个想要抢嘛吼，啊要抢，逐个公平来抢，应该无人有意见。但是你用记账啊，你着摕袂出100箍，你讲我300箍要买吼，记伫痟来，逐逐仔纳就对啊。我咧想是毋是因为安尼，所以有人就无欢喜讲啊，安尼计数读甲遮悬吼。你若用现金，逐个就袂学袂出痟，袂学袂出价。我咧以为是安尼吼。好，咱继续看吼。今仔日有下列的旁船对几啊地区前来处队，一只是对合堡来，3只对烈士，一只是对南方来，合计做112个人。再来800个糖罐仔，150担盐，190捆茶帮，29支条仔，甲100担个新茶。也有一只旁船出航，坐42个人，载有米甲切啊，载有米甲切啊，这真奇怪吼。好，4月30，4月最后一天吼。4月30早起好天，但是要暗下落雨，继续落了规暝。今仔日有6只旁船出航前往望港，要去遐载公司所需要的蚵仔壳个吼，要来铺路用的啦吼。即寡蚵仔壳要用伫即个城堡甲市镇中间所需要迄条道路，也有3只旁船对南方前来处队，坐18个人，载有鹿婆、咸鱼甲即个新茶吼。你若后一撮有机会去安平古堡遮行诶时阵，你则注意一下是毋是有蚵仔壳吼，涂骹。当然即马迄个路拢是点仔加啦，但是你要注意一下，看是无涂骹，比如讲你感觉爱食蚵仔壳诶迄个痕迹吼，比如一寡较早老船落来即个蚵仔壳吼。好，5月初1吼。5月初1规暝拢是落雨诶歹天，有一只旁船对丹角来遮坐12个人，载一批石盒。5月初2，
早起落雨，但是上午就好天，微风对南方吹来，吼，热天要到吼，台湾的五月是就烧落的吼。天光的时阵，张官该同规仔朋友出发前往赤坎，要对遐行陆路继续前进，经由小人要前往艋舺。所以即样因行陆路就爱先到赤坎，啊再往北行啦吼。经由小人前往艋舺，要去视察遐的地形。根据旧年8月27号的决议吼，这是一项代志。根据旧年8月27号的决议，勘查合什么意思？合建造要用来防有该水道的扫扫的地方，这是咧写啥？勘察和建造要用来防御该水道的扫索的地方啊。勘查要建设啦，应该是要建设吧，合建设怪怪吼。勘查要建造用来防有该水道的扫索的地方吼，迄个所在啦吼。要去勘察，要来起扫帚的即个所在吼，即个扫帚是要来顾即条水道的吼。即咱之前有读到啦吼，读到讲伊要来做即个扫帚，并且要去对迄边几件事务来下达需要的命令吼。牧师 Vanbury 嘛要趁即个机会同齐启程吼，将要对小人来继续伊的旅程前往荷马人。咱讲伊的管区是对，毋是，新加入的管区是对珠罗山吼到即个珠罗山啊，反正应该珠罗山到即个大道王遮吼，到大家遮吼。伊阁下就是即个牧师啊，对伫伊伫顶个月22号，长官所提问的各点啊，已经得到书面的答复的命令。拢知伊会问讲啊，阮送即寡人、即寡海贼走私的人、是哪人来，看你要哪处理安尼。我遮有几个要哪处理安尼吼。5月初3早起天气还算晴朗。伫遮补充一下各位，你若拄则一开始读时无人入来吼，就是因伫咧4月29号决议啦，讲迄个 Vanbury 牧师诚辛苦，除了做圣工以外，就还佫做一寡政治工作吼。即特别交代伊做一寡政治工作吼，以后吼，会互一寡薪水是要安怎呢？薪水要安怎？就是用即个伊，譬如讲伊掠着迄寡人的罚款吼，罚款内底1/3要互伊啦吼。若伊家己处理的是1/3要互伊，若是送来台南处理的，会当1/4互伊吼，做伊的奖金就对啦吼。哇！你想讲这毋是一条介好的即个规定吼。你互一个牧师有权利去做即项即个政治工作，而且目前以后佫因为安尼佫会当摕到薪水吼，绝对是迄个华语讲毛起来做，拼死命做啊吼，诚好趁的。好，咱继续看吼，5月初3。早起天气还算晴朗，但是伫咧群活中昼以后，就是落雨的歹天，无啥物风。我明年5月，对啦，明年吼，明年5月要转台湾一撮啦。毋知台湾5月毋知落雨袂？我是足烦恼落雨，上好莫落雨吼。安排要带阮查某囝去台湾旅游。好。全台走透透。无啦，无甲全台啦，台南高雄啦吼。哦，我嘛就爱去啊。嘿啊，台南主要是台南高雄啊，可能是伫高雄我较熟啦，因为我伫遐住过2冬吼，较熟。台南市就较无遐熟，但是台南市我一定会带去行吼。咱逐工去读册吼，无熟嘛读较熟吼，多是对迄阵就熟啦，即嘛是无熟啦吼。OK，好，咱继续吼。
今仔日有2只胖船出航前往北平的淡水，要去交易硫磺。做35个人，有下列的胖船对几啊地区来到遮，就是有一只对安海来，载有3篮布料、20包空眼布、28担冰糖、3担白糖甲20担面环。这只是对可能是海淀港吼，是海淀港吼，拼音写吼，可能是海淀港吼。再来对海淀港来，再来100担盐。一只对片湖来载7只牛来，甲13只猪；一只对南方载石河来，甲2只对芒港载蚵仔壳来。公司Abraham Van Aston 该动31个士兵坐胖船Diamond 号对避南转来到厝地吼。咱知影进前避南迄个着人做吼。大瘟疫吼，伊走来一张队长彼得本的批吼，这张批是上述上员 Adrian van der Burch 甲 Philip Schillemans，随派人送去互长官吼，并且报告自从昨昏厝地所发生的代志吼。今仔日来认真铺设通往迄个市镇的道路以及其他需要的工程，这个工程真有进展。好，咱继续看5月初4。出日的好天，吹西南风。上午，长官该同几啊朋友健康来对小人经过水路转来到厝地，这长官是当长官啦吼，进前伊讲要去遐去视察吼，我袂记什么代志去遐看，即摆转来吼。因详细来视察了芒港的状况，就是去视察迄个扫帚起扫帚的所在吼。但是感觉讲以前代表选择要建造庄仔起的迄个扫帚的迄个所在，完全无套到吼，因为迄个丘陵我阁袂记啊，啥山峦吼，迄个山峦伤细吼，而且是沙吼，地质是线沙吼，是沙一个堆啦吼。对队长彼得本的来批知影讲，伊所带领迄2只胖船，伫咧顶个月19号航离台湾吼，航离厝地吼，航离台南啦吼，航离台湾以后。共个月23号就已经到红头树，就是即马叫兰屿吼，兰厝，随着命令将迄个同齐带去的红头树的人，甲阮的荷兰人翻译员吼，送去定化，送去互因起山，吼去红头树，伫咧严肃警告，并且禁止部落或者是离开小船仔伤远的情形之下吼。叫因起山，但是即个荷兰人伤过粗心大意，也嘛伤过相信迄个红头树人吼，至到伊无遵照上述的命令吼，讲伊袂使离开，袂使部落去，结果无照命令吼，佮派一个大工去录像吼，来伊重新改命令，派人去讲照规定，照命令行吼，行到。距离5方的人伤远的所在 ，OK， 真可怜来被迄寡原住民抬死，唉，所以荷兰人命令伊就是即个原因啦吼，应该是个原因，讲你毋通离伤危险吼。阮迄个红头树人嘛甲因的人逃往山顶去咯吼。哇，这个代志严重。队长为着要报复，就将伫咧迄个附近村舍来甲放火烧掉吼，啊，甲原住民的船只甲伊破坏。但是看着伫遐也无啥物用处，所以伫迄暗吼，算留伫遐嘛无啥物代志啊吼，所以迄暗就航往避南吼，离开兰厝吼，离开即个红头树去避南。红头树即马
在地台东遐嘛，应该是佫叫红头树吼，因为我即红头树即名我记咧伫咧台湾报新闻、报报气象的时候，我佫听会着吼。当然即久毋捌听啦，十外冬毋捌注意吼。你若有听着要注意红头树，就是兰屿吼。我自细汉听红头树，听足侪遍啊，不过我一直毋知影就是兰屿吼。伫咧看即个咱家乡日子才知影。好，伫咧因伫迄暗就已经离开红头树去避难。伫咧25号吼，平安来到避难，疾病或者是大死亡，犹原是真严重，继续伫遐咧发生。迄寡原住民也因为阮的士兵到位吼，非常的惊吓，非常的惊一跳啦吼。我阁有人来。村的人就走啊吼，因此队长决定讲要带10个到12个伊的士兵继续留踮遐，一直到战争要用的火药甲粮食吼，全部来搬入去避难吼，用即个士兵的苦力啦吼，劳力伫咧风雨中搬到陆地上吼。迄当初嘛是敢若会当安尼，无用啥搬。但是可能无原住民吼通用啦吼，因为无人啊吼。意思应该是安尼吼。迄个因伫咧海边啊吼，距离海边有2里的路程啦吼。因应该是伫个库房去伫即个讲离海边2里的路程吼。荷兰里啦，我毋知是偌远吼。伫咧遐确实来。算伫遐杜总为止吼，储藏啦吼，储藏的储我查一下吼，应该是读个杜啦吼，我无去读个看觅。储藏杜吼，2个音啦吼，一个是杜，一个是图吼。这是我拄则乌白药啦吼，但是乌白药嘛毋是真正乌白药，其实是有一个转音，大约一个转音的 pattern 吼模式吼，就是华语转音台语的一寡 pattern 有时啊，就是会当摕来用吼，但毋是讲一定准吼。吃甲低吼，转音杜总吼。吃甲低或者是特啦吼，比如讲传令吼，传令就是传令吼。但是即个决定，因为就是讲要甲物件搬去遐，确实杜总为止啦吼。但是即个决定，因为继续咧落雨，因为河水涨起来吼，无法度来执行吼。只好伫咧海边啊建造一个适用的即个仓库，用来储藏即寡物件，并且确实来看守吼。队长甲迄寡早起要去和红头树人交易的杂货吼，就是一寡杂碎吼，以及所有的经收到的贡色皮吼，就是1050张的山药皮，140张的鹿皮，甲410张的水鹿皮，甲送来厝地，就是本来要伫咧红头树遐要做生意用的，结果只好即马吼送来这只避难者，关系到荷兰人 Albert Thomason 被谋杀的情形吼，咱拄则无讲起迄个去互杀的啥物人吼，是讲是一个翻译员嘛吼，叫做 Albert Thomason 吼。被谋杀的情形，本先生本就是彼得本吼，想要念字来查救吼，要来追查啦吼，要来追即个责任咯。但是已经知影讲是因为伊醉酒，我用暴力甲原住民的猪抢来毒死吼，而且毋肯为此来赔偿。所以是荷兰人家己找死嘛吼，你啉到醉茫茫闹代志，原住民袂爽啊吼。后来伊去厝里去困，
伊伫遐困的时阵去互杀死吼。好，故事是安尼发生的吼。也受到布衣先生所寄来一张批，这个布衣先生毋知是啥啊吼，但是伊个名就熟的吼。我记得是啥物叫做布衣吼 ，Boey 吼，这个先生寄来一张批，并且附寄一张证明书甲忏悔书吼。代志是安尼，伫遐有一个原住民伫咧暗时啊出去拍迄个野猪吼，啊有一个人知影即个代志，就伫咧黑暗中跟倒伊出去拍野猪吼，大概是前者吼，前者毋知讲是啥物人吼，一直行到对一寡草莽当中听到杂乱的声音吼，就往迄个声音弹去射去一支标枪吼，一支枪就一支枪就对啦吼，一支枪就射出去，去射中啥物意思？伊家己的姊夫吼，嘛是出来拍野猪的吼，苏阿哥姊夫吼，去啥去插着家己人就对啦吼，因为被射迄个真严重吼，去互插着迄个人但受伤真严重，伫咧几点钟了后吼，就断气咯。哇！伫咧另外一个也出来拍拉的福尔摩沙人的帮助之下，是甲伊带到草寮吼，伫咧草寮遐断气吼。OK， 所以就是发生即项代志啊，即个布衣先生寄一张批，附寄一张证明书甲忏悔书吼，讲即项代志吼。即个原住民应该是讲伫咧即个避难遮的啦吼，这应该是发生避难遮的代志。今仔日阁有一只帆船对芒港载蚵仔壳来，吼，来台南遮，再来台南遮，还有一只是对南方载新茶来。9点过5分，咱读的即2天故事诚多啦吼，发生诚多个代志。5月初5，晴朗舒适的天，风对南方吹来。今仔日收到一批丝仔的白青丝甲其他的丝仔商品。今仔日有一只帆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53个人，载149人落仔肉，孤胆硫黄60，应该是60支啦，欠单位吼，60支的树鸡，甲100道的米。歹讲无一定是60支啊，60篮嘛有可能吼。也写一张批互政务员布衣先生，政务员吼，伊政务员。内容即敢若针对伊伫咧本国跟2号的内批，大概答复甲命令尔吼。5月6号拜六，风天气差不多拢含昨昏相像。今仔日早起写一张批要寄去互避难，互即个队长彼得本吼，以便随派人甲即张批经由大目连继续来送去避难吼。大目连伫咧，咱讲伫咧南区啦吼，可能是高雄关那边屏东遮即间位啊吼。批呢甲队长讲吼，我号是讲嘛提起讲迄个帆船大门号的已经平安到遮吼。甲即个队长讲，阮表示讲，阮的关怀吼，就是讲伊会当带领伊的部下吼，尽量而且以上少的困难吼的情况，转来厝地吼，就是为表示这是阮对你的关怀啦，你会当紧转来。阮计划要派一只适当的船吼，帆船去弄桥湾吼，载因转来厝地。因为阮认为讲，现在要经过塔卡布的山吼，塔卡布的山是啥物所在？塔卡布咱正是毋是讲新德产？我袂记啊，因为经常咧落雨，会有真大的困难甲危险吼。
毋知吼，应该毋是吼，伊即句话是讲，恁着当紧随转来吼，阮着派船去龙桥湾去遮，去恒春遐去甲你接吼，会甲恁载用船仔对恒春遐甲恁载转来遮吼。因为阮认为讲，恁即马要经过迄个山吼，会有真大困难甲危险。伊是行陆路吗？我袂记啊吼。我来应该是驶船啊，因会当去迄个放头树啊，再去去宜兰应该是坐船，就是本来就是家己坐船啊，为什么再去派船去甲伊接吼？奇怪。好，中岛甲关系到新仔人违令的告示吼。是根据顶个月29号决议的即个告示，搭伫即个市镇的法庭头前，和通常你公告的所在吼。今仔日也收到一大批的新仔的黄金，公司所租用的迄只篷船也对避难转来到厝地，是该当大门号行离迄边了后吼，因为政府无法度航行来延迟。今仔日也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新仔沿海，载45个人。所在即间有一批糖水，无其他物件吼。5月初6，我来摕一下烧水先吼，泡茶滚水啊。5月初7，晴朗，但是有一点冷的天气吼。侧北方有一只篷船对新仔沿海来到遮，坐55个人，载有50担盐。5月初8，晴朗而温暖的天气，有微风，无用你对新仔生理人来收购一批寮的潮吼，做错啦吼，是安尼翻译吼，寮的即个潮段吼。女士的工程进行顺利吼，就是进前有讲几啊遍迄个工程，我相信应该是铺路的工程，我看对主卡，就是指铺设日兰掠城报告日兰掠城市镇中间迄条道路的工程吼，进行顺利。5月初9，对啊，风甲天气像昨昏，今仔日有2只篷船对南方来到遮，坐32个人，再来200袋茶棒甲一批咸鱼，也直接出航前往邦山吼。邦山应该是即马叫做方山吧，吼，即个所在。要恒春的先经过吼，坐9个人载一批盐。5月初10，天气像昨昏，但是风是对南方吹来。早起甲本个月6号寄去互队长彼得本的迄张批，为着要搁较确实来寄到吼，搁再一次由陆路送去宜兰。趁着生理人山水的篷船要出航前往淡水，阮交一张批，拜托伊早起互下设上员万起诉。对一个注卡，我来看觅啊，万起诉。为什么我迄个冒失？怪怪，哇，无注卡无写啥吼，物件骗互你吼。阮早即张批呢，就是4张批骗互。拜托因早即张批去互下设上员万起诉来伊下达关系到几项代志的命令。特别是关系到伫遐要建造的碉堡，命令伊爱赶紧完成吼。为着
即个代志啊，由上述的旁船载新仔人即个小庄啊、师傅甲其他工厂工匠吼，以及一批石好甲一寡材料去遐，嘛收到政务员吼Anthony Boy 吼，是 Anthony Boy 吼，伫咧本国个即个政务员是伫大目连遮吼，我较袂记啊。Anthony Boy 伫本国个配合对大目连所寄来批，有一部分是要答复阮本国个5号个批。所以进前讲迄个去拍沙田，结果误伤家己人个即代志吼，报伊所报告即代志是发生伫咧大目连遮啦吼。我本来想讲是伫咧宜兰，有一部分是答复阮伫咧本国个5号个批吼，其他主要是提起讲对公社，对就是扣税收到15张水落坡，241张山羊坡，甲194张落坡吼。大目连遮个公社吼，还佫有对罚款收到510张个落坡，即寡全部拢由即个伊吼，就是报应诶，用一只篷船送来处理啊。中昼过了无偌久，代理地方官 Jules Van Bergen 对北部诶淡水经由陆路转来到遮吼。嘛早来下设商务员 John Van Kissel 诶一张批吼。数期是今年4月26号，批呢首先写讲，阮伫咧港股个背后由即个 Van Bergen 对台南遮送去诶迄张批咧，伊已经伫咧共一个月23号收到。嘛知影讲批呢所写诶命令吼，即寡命令伊会铭记在心，嘛写讲伫迄边已经贮藏约30万吨砖啊，嘛即将就是将要生产遐吼等等，因此呢，如果及时对处地来载石好甲材料去遐吼，就啥物拢无欠去吼，并且有可能伫咧今年诶10月底以前就甲该碉堡来起好。此外呢，还佫要求一寡无讲介重要诶一寡使用品。伫咧淡水甲即个大肚王诶地区中间诶村社，迄寡是北平啦吼，就阮新竹啦吼，主要是啥？咱讲新竹、竹产嘛吼，甲即个南崁吼，中拢是无人诶即个所在吼。所以讲，即淡水甲大肚王诶村社，就是南崁甲竹产迄些吼。迄寡村社诶数目有16个吼，拢已经答应要用落坡来缴纳公司。该代理地方官 Van Bergen 伊甲迄2个长老同齐早会带去淡水，佮再度来训勉因爱认真缴纳，而且毋但爱缴纳迄寡公司，所有诶长老还佫必须前来厝地来报告因诶村社有偌济户，村社有偌大，道路诶状况如何。为着要策动即项代志吼，要推动即项代志，上述诶 Van Kissel 派一个士兵含4个淡水诶土人吼，随同 Van Bergen 来到 Dorinap 社吼。Dorinap 是鹿港哟，我记得是鹿港吼。伫咧转去诶时阵，要甲上述诶村社诶长老，应该是要甲上述村社长老同齐带去吼。好，等等，加马兰湾诶人也未缴纳公司，毋过伫咧1月中，捌有几个人去遐，甲因讲五方诶人所诶话啦吼，甲五方诶人所诶话传去遐讲，因为被北方所阻挡，无法度再来公司，伫咧将会伫咧4月吼再过来吼。1月中有几个人去遐去加马兰湾遐甲阮讲物件再来吼，将伫咧4月运来缴纳。因此，五方诶人认为讲应该派迄个金包里诶人叫做 Theodore
伫本古月吹去遐去甲噶玛兰湾的人讲，所有因上主要的人必须要伫本古月25号以前，爱甲迄个讲说，早过来即个过人遮，也共款要派人去，共款要派人去甲淡水南方的村社讲，以及关系到。以及属伫过人的村社的人共款的代志吼，我要甲因讲，但是到当拢还袂来吼，因为迄寡噶玛兰湾的人还佫伫咧途中，还袂到，还袂到位，有几个留防的生意人摕着阮的通行证去佫过人，真规矩来缴纳公司的塑料后，行转去迄个西那吼。我方的人也对南崁的村社的长老遐知影讲，伫咧15天到16天内，会有2只西那商务啥物事？商务船哦，商船哦，会对西那来到因遐的一条河流，该河流因叫做马道哦。因此呢，万起诉先生问阮的时阵。因此呢，万起诉先生问阮讲，是毋是会当去遐去敲啦，去搜查？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南崁，载16个人，再有一批盐甲空罐啊。所以这南崁吼，历史原来诚久吼，400年的历史吼，无到400啦，380、780年吼。我是讲，伫历史上有出现即个地名吼。9:20。5:11。风甲天气犹原像昨昏。对一个约伫咧2个月前逃走，但是伫咧几工前被我方的人所掠转来公司的奴隶遐知影讲，就是伫咧对伊小可甲拷问吼，拷问吼，甲刑就对啦吼，甲刑过了后讲吼，讲目前还佫有6个即种逃走的人，吼，4个是邦邦尔，2个是 Bangalores 吼。是啥物所在毋知啦吼，我伫倒即2个所在，4个是对邦邦的，4个是对邦邦遐来，2个是对 Bangalore 来吼。Bangalore 敢毋知是毋是 Bangladesh 孟加拉吼，毋知。好，我伫即6个吼，因秘伫咧小人甲新港中间的一座竹林内吼，对遐出来偷摕物件，并且将偷摕到的物件。摕去遐附近的西那人围起来一个砖仔头遐吼，含西那人咧交换物件。因此议会来决议，应暗要派一个中士，带25个士兵，由上述迄个逃亡者来带路吼，前往新港。政务员史舍先生要先出发前往遐吼，前往应该是去前往迄个竹林遐吼。去发动约100个原住民准备好，伫咧半暝要甲即寡士兵同齐去迄寡贼的所在吼，就是迄寡奴隶的所在吼。如果可能吼，要甲即寡人活掠，若是无法度，就甲因拍死。也决议讲，上述迄寡西那人伫咧代志办好了后，也要甲因掠来遮吼，按照情形甲伊移处吼。算你含即寡阮即个逃走的奴隶咧做生意啦吼，掠来办吼。今仔日有3只篷船出航前往北边的淡水，坐107个人，载盐、阿拉酒、米、空罐啊，甲一批公司的石盒，邀5只篷船航往芒港，要去载蚵仔壳。一只是航往德惨，载16个人吼。再有300袋米、空眼布甲盐吼，所以开始吼开港啊吼，开始倒来航线吼。再有一只是航往南方吼，坐24个人，载100担盐甲400
大米甲南南的即个藤，我相信将来会去看足侪即个岛内航线即个记载吼，就是伫咧台湾岛本身一寡物件、一寡物资载来载去安尼吼。啊，当阵陆路歹行嘛吼，咱知路拢还袂通吼，行来寮溪其实真正就无方便，所以行即个水路是较方便吼。我之前在和一个朋友开讲，讲台湾即个水路一直无，就是种沿海的即个航道吼，一直拢无咧利用吼。较早即个国民党吼，即种大陆人、支那人吼，对即个海岛其实无了解吼，就海禁，所以台湾即个海岛的即个航线，其实足无发达的吼，是应该是讲足萧条吼，足无路的，根本就无船啊，你行即个航线。足少啦，较早有对，敢若是归人行到花莲港的即个航线，但是因为海涌大啦，迄船仔吼坐迄船仔其实无爽快定定会幸存吼，所以可能坐人嘛少。啊，当然我拄则讲，除了支那人对台湾岛本身对水性无了，对水无了解，无介意行水路吼，这是原因之一啦。啊，另外一方面是，台湾海峡本来就是水。都毋是介平静吼，讲实在，坐船仔无介爽快吼。啊，但是你若讲即马船仔迄快艇，迄船仔速度足紧诶吼。其实你对高雄还是讲对台东到归人吼，其实是足紧诶吼。无一定爱开公路，但是做袂起来吼。这有时啊做袂起来是思维方式，就是对你人想法的问题。你无想要做到，你嘛做袂起来。啊，你若想要做，就是有法度吼。啊，较早支那人，咱会当理解咧，国民党因这种对支那来吼，这种大陆的这种思考，其实是对沿海航线其实是无兴趣。袂想要去发展，而且佫甲你禁止吼，毋是讲你政府歹做，是你民间甲你禁止。较早海禁其实。凊彩人是袂使去海边啊吼，你人当做讲较早你凊彩就去海边啊，无遐简单吼。迄海防个拢会顾你，因只要出入有些海防就甲你问你要创啥吼。好，迄是解严了后才有法度，伫解严时代是无可能。我过来继续9点26分吼。来，我看有一个新朋友，国民党滚出台湾吼。哎呦，我再甲你点落来，你就绕跑。我甲你欢迎尔，结果你就走。嘿啊，好啦，滚出台湾，真正是祸害台湾吼，支那人祸害台湾，对大清时代吼，大清时代对即个郑成功时代就开始啊吼。其实我对郑成功足歹印象，将来咱会读着吼。我是认为是台湾的民族罪人吼，毋是啥物民族英雄吼，是台湾的罪人吼。简单讲就是讲，伊对台湾和西方文明的交流，就是对伊开始中断去的吼，对伊开始断去的吼。当然，我毋是讲荷兰人伫台湾全部是好的吼，咱读个太侪，而且读人放好嘛是照做吼。但是因甲西方的即个文明、知识文明的即个物件，早来台湾这嘛是事实吼。但是伫咧即个郑成功了后就断去啊吼，以后咱应该有机会读到吼。所以对于支那来，永远就是祸害。我真正无想着讲对支那来有啥物好处吼，好处足少诶吼，祸害较侪吼。大清诶时阵吼，迄寡清国诶官员，而且派人，可能几个月啊、几年啊，几个月可是无法度啦吼，几年啊吼，啊就轮调就走啊吼，因来遮真正过一个水诶吼，来遮算来遮累积一下资历吼，我伫咧台湾做过官安尼吼。所以对台湾是无建设的吼，无建设他，因为大清统治台湾200冬吼，建设敢若做10年尔，最后这10年吼，老兵团啦吼。OK， 过来咱莫讲啊吼，日本人了后，国民党就滚出台湾吼，真正是安尼吼，祸害多尔啦，建设是无啦吼。
当我咧讲就那个啊，蒋经国哦，什么我因好意思讲，我歹意思听吼，歹势听。5月我想看嘛，5月11吼，5月12读煞吼，到尾是5月12，剩2分钟，我看嘛，剩2分钟莫读啊吼。5月12明仔载再继续看一下注考，无啥物笔记。无啥笔记。不要紧，不要紧，买早顿等伤久，不要紧啦。我知影读个拢有代志吼。所以我就先读啊，因为咱有录音啊，我 YouTube 无咧直播，我就直接读啊，无去啊。吼，安尼无今仔日读到遮啦，吼，剩1分钟，咱就明仔载再继续5月12号，吼，好，感谢各位吼，感谢阮忠实的，好，即个燕先生欢迎你吼，你若有兴趣听阮故事，你这礼拜无偌久，就要几件歹势吼，你若有兴趣则加入阮即个房吼，阮明仔载佫继续读，安尼。内底足侪故事哦，吼，荷兰时代的故事，你伫别位绝对拢听袂到吼，因为无人要甲你讲即寡故事吼。一寡讲起来是毋是啥物大故事，但是有诶是真新鲜吼。可能几项啊，写几字啊，但是伫我诶鬼舍之下，有诶是真趣味诶吼。OK， 好，安尼咱明仔载继续，感谢各位贵宾吼。好，感谢。